並線係由馬百良綠寶靈芝呈現。腎結石係指喺腎臟內形成嘅結石。腎石喺香港好普遍，最常見於30歲至40歲嘅男士，男女發病嘅比例大約係3:1。腎石喺早期可能完全冇症狀，部分患者只係喺進行 X 光或者超聲波檢查嗰陣無意中發現。另一部分患者就好似冼先生咁，直至突然出現腎絞痛嗰陣先至得知。我同個朋友飲茶，飲咗下個小丸後邊痛啊，咁啊翻屋企坐幾個鐘頭，頂唔順啦。我話俾個醫生聽，呢度後邊痛，個醫生睇都唔使睇，話腎石啊，刺痛咯，喺呢度後邊睇啊。腎石即係尿結石，主要係尿液入面嘅化學物質濃度過高，唔能夠溶解，於是形成晶體。常見嘅腎石有4種，分別係草酸鈣結石、磷酸鈣結石、尿酸結石以及胱氨酸石。咁咧腎咧其實就係一個身體裏邊嘅過濾器啦。我哋用過嘅血咧會經過腎咧洗乾淨翻啲血，之後出翻嚟，我哋啲血可以循環再用。咁但係我哋講緊咧，平時我哋唔需要嘅廢物啊、水啊，就會經過呢個過濾器咧，集中咗喺個腎盞裏邊，之後去到腎盂呢個位置，之後經過輸尿管咧運送我哋嘅小便咧入翻去呢個膀胱。咁所以我哋講緊咧，平時我哋呢個腎就係愛嚟製造小便。咁但係當我哋講緊，假如即係一啲香港人可能飲水習慣唔好啦，飲唔夠水啦，呢度嘅小便嘅濃度咧提升咗之後咧，佢就有機會結晶體，咁由晶體慢慢結成一個腎結石。根據位置，腎石可以分為輸尿管石、膀胱石、尿道石同腎石等。一般石仔超過5毫米以上就容易出現併發症。石仔可能劃損咗嗰個腎盞或者腎盂嘅地方咧，就會出血尿。如果粒結石咧，可能由個腎裏邊脫離咗出嚟，跟住小便跌咗落輸尿管咧，就會有腎絞痛啦。痛嘅程度係可以去到10級嘅，即係等於一位女士咧生小朋友嗰個痛楚嘅。咁所以其實係一個比較急性嘅問題嚟嘅，甚至可能一路作嘔啦。咁直至嗰個腎絞痛停止咧，先至可以做下一步嘅檢查。醫生表示，如果腎石冇造成阻塞，一般情況之下唔會影響腎功能同排尿，但係就千萬唔好忽視問題，因為當腎臟積滿腎石，會逐步令腎臟失去功能，嚴重者更加要將腎臟切除。當出現腰痛、血尿等嘅情況嗰陣，就要即刻求診。早晨，先生，冇錯。咁你話腰痛咧，腰痛個位置可唔可以講到係邊個位咧？呢個小丸嗰度。OK。經過檢查，原來冼先生當時腎石都比較大，已經9毫米。醫生建議做手術係最好嘅方法。呢一個咧就係冼生嘅電腦掃描啦。第一粒咧就係左邊輸尿管嗰度咧有粒白色嗰點，就係結石啦。咁所以佢有呢個輸尿管石咧，就會所以助腰痛啦。除咗呢粒輸尿管石之外咧，我哋仲有兩邊嘅腎石。咁呢兩點白點咧就係講緊有機會日後會跌出嚟嘅腎石，就有9毫米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大過5毫米咧就應該要處理啦。如果唔係咧，萬一跌出嚟咧，佢就會塞住喺輸尿管。一啲細小嘅腎石可以透過多啲飲水或者進食藥物，令到輸尿管鬆弛，將腎石排出體外。通常我哋講緊喺5mm 以下嘅腎石咧，我哋有時都會問一問病人有冇症狀啊。如果個症狀係講緊好少甚至冇咧，我哋有時都會建議觀察嘅。因為有時我哋要平衡嗰個好處同壞處做一個手術。咁如果做完之後粒石可能
睡唔到粒石之餘咧，可能會有併發症咧，我哋都會建議可能有時會食一啲所謂坊間叫消石素啦嚇。咁但係咧，消石素其實好簡單，其實佢只不過係檸檬酸嚟嘅。咁啲研究咧發現咧，食多啲檸檬酸咧可以幫助小便裏邊嘅結石溶解嘅。至於一啲比較大嘅腎石，難以透過進食藥物排出體外，就要透過手術治療去除。常見嘅腎石手術有3種，包括體外衝擊波碎石治療、輸尿管內窺鏡手術以及經皮腎穿刺手術，風險都各有唔同。最悠久嘅歷史嘅，我哋都有呢個體外碎石嘅嚇。咁體外衝擊波呢個碎石方法咧，就係病人需要有輕度嘅麻醉啦，瞓咗喺嗰個碎石機嗰度。咁嗰部機咧就會產生一個微爆炸，嗰個爆炸嘅衝擊波咧就會放射出嚟咧。我哋將嗰啲衝擊波集中粒石嗰度，咁粒石咧就會被震碎。咁希望咧就係震碎咗粒石之後咧，自己嘅小便可以將粒石排走。體外衝擊波碎石雖然係3種手術入面創傷性最低嘅治療方法，但係缺點係佢屬於比較間接嘅對付方法。如果石嘅構造比較硬或者太大，呢個方法都唔能夠一次過清除。如果一次過想清除晒咁多粒石咧，一個內窺鏡手術應該可以解決晒嘅。經過評估之後，醫生選擇幫冼先生做輸尿管內窺鏡手術。輸尿管內窺鏡手術即係利用可以彎曲嘅管線伸入尿道，利用管路前嘅激光粉碎結石。咁呢個內窺鏡嘅末端咧，就係嗰個鏡頭咧可以轉275度嘅。咁有呢個咁樣嘅靈活度咧，我哋先可以喺個腎裏邊咧周圍遊走啦，去到每一個角落咧都可以碎到石。做呢個手術之前咧，我哋需要有一個咁樣嘅輸尿管鞘啦嚇。呢個鞘咧就好似一個劍套咁樣樣，所以我哋叫鞘。咁中間咧會有一個通道嘅硬管咧，將嗰個負壓鞘咧可以擺到由小便呢個屙尿出口經過麻醉之後咧入到去個腎裏邊。咁呢個負壓鞘嘅好處咧就係話，我哋講緊入到腎裏邊，我哋碎石嘅過程咧，我哋可以有呢個駁住一個 suction 啦嚇，呢個負壓嘅一個儀器咧，將嗰啲石咧可以一路碎石一路吸走嘅。咁而且咧，而家新式嘅一啲負壓鞘咧係可以咧個頭嘅末端咧係可以轉彎，去到腎裏邊咧就可以容易啲咧，去到每一個角落咧都將啲碎石吸走。冼先生表示，手術之後佢感覺唔到有副作用，而家已經可以如常做運動。事實上，腎石嘅成因有好多方面，可能係尿路阻塞或者感染、家族遺傳、受疾病同藥物嘅影響，亦有可能係同飲食習慣有關。就好似冼先生咁，佢自己認為以前係因為飲水唔夠多。水啊一般啦，一日5-6杯嘅，飲多啲水啦，得閒就飲水。腎石患者如果唔想持續復發，就一定要注意日常生活嘅飲食習慣，特別係要頻密飲水，要減少尿液中化學物質嘅濃度，並要盡量維持排尿量喺2.5公升以上。不過就唔好以茶代水，飲品越少雜質越好。咁預防嘅方法咧，我哋要飲每一日大概3公升嘅水啦嚇，大量嘅水可以沖淡小便嘅濃度啦，咁所以難啲結到晶體嘅。咁第二咧就係講緊要食得清淡啲啦，咁因為吸收太多鈉咧，嗰個鈣化嘅石咧都會容易啲結石嘅。咁第三就係我哋頭先講話檸檬酸可以幫助化石咧，就係話一啲生果其實都有好多檸檬酸嘅，譬如奇異果啦、橙啦。飲水嘅時候加幾片檸檬咧，都可以即係令到防止生石。下一節翻嚟睇下心理學家會點樣建議家長協助處於青少年階段嘅仔女建立一套健康嘅自我形象價值觀。Sorry，我哋冇可能。
受到還錢，等我補償翻過去。交俾我。大灣區航空亞洲航線呈現奪命提示，今晚8點半飛出台。你係咪同我一樣忙住接受唔同挑戰呢？少啲心力體力都唔得啦。馬百良安宮牛黃丸幫我保持心臟健康，養心安神，活血通絡，幫我面對每場挑戰。經本地大學科研，香港製造。我信馬百良安宮牛黃丸。瑞士露絲柳樹皮料理洗髮露，去油脂、通發筋，減低阻塞脫髮風險，草本功效，8年驗證。露絲柳樹皮料理洗髮露。鼻塞、流鼻水、鼻敏反覆，鼻敏停有助舒緩鼻敏症狀，根源改善過敏體質，無藥性。鼻敏停萬寧葉脈。你個個都北上消費，對香港啲生意點算？有冇諗過調翻轉，吸引多啲人南下？咁容易咩？原來 TVB 已經直接經營廣東翡翠台，仲有唔同嘅廣告投放形式添喎。TVB 喺大灣區咁多人睇，大部分係高端消費群，又要揾佢哋做一站式廣告投放。咁啲廣告咧，可以直接投放廣東省，覆蓋大灣區9大城市，一定幫到我哋生意。即係打俾我公司先，或者直接揾 TVB 啦。依啲選 Animal 16000萬星期5最後一次出位㗎，快啲嚟萬寧買啦！願我會揸火箭帶你到天空，在太空中兩人轉，回到一千歲，都一般心醉，人在山裏過有你開心，乜都稱心滿。我唱歌唱咗50年，依家 This orange cat couldn't believe its eyes. Its fellow feline had just come back from the groomer, but something was shockingly different. Due to a medical necessity, the cat was now completely bald. Not a single hair remained. The shaved cat looked embarrassed, while its friend gazed in utter disbelief. This orange cat couldn't believe its eyes. Its fellow feline had just come back from the groomer, but something was shockingly different. Due to a medical necessity, the cat was now completely bald. Not a single hair remained. The shaved cat looked embarrassed, while its friend gazed in utter disbelief. This orange cat couldn't believe its eyes. Its fellow feline had just come back from the groomer, but something was shockingly different. Due to a medical necessity,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buy Greenland, or at least that's what Donald Trump suggested. You see, Greenland is the largest island in the world, while over 80% of it is covered by an ice sheet. The island is rich in natural 開始 resources 建立 like 多 iron, 人以外嘅社交關 and 係， vast oil 變 and 得 gas 更加 reserves. 介意其他人嘅眼光。即係唔可以同人比較咯，每個人都唔同。因為我係我自己，所以我可能會有啲 bias 啦。但係我覺得要 objective 人哋再先 more accurate 咯。自我形象低落，甚至覺得自卑，就會令一陣間食乜嘢？一陣間係咪都係食嗰個例牌菜？佢係一個陌生人，我同佢唔識㗎，佢望咗我兩眼。即係都係買嗰個餐翻嚟同你家姐一齊分係咪啊？你睇你阿媽幾照顧你，擺定晒呢啲維他命丸喺度啊！唔好行我電視，我錄緊嘢。要錄呢啲。我錄緊，我嚟製造佢做緊 YouTube 㗎嘛。我都唔明喎，人哋都係睇啦，翻嚟。有一個叫 imaginary audience，想像觀眾嘅個階段，去認識到自己嘅優勢，佢嘅劣勢係啲乜嘢。唔好行過個電視嗰度，你行過電視嗰度咪遮住我咯，即係咁解啫嘛。喂，你一陣間食咗呢啲嘢去好唔好啊？嘅自我形象、健康嘅自我身份認同咯。今集睇下有讀寫障礙嘅證明，係點解喺媽媽協助之下，又發掘自己嘅媽咪都整嘅，媽咪整㗎。健康嘅自我形象。我係邊個？我喺邊度嚟？我讀寫障礙。邊度啦？古希臘哲學家呢個女人話佢自己係讀寫障礙嘅。我讀寫障礙症啊！係啊，你咪讀寫障礙症咯。了解緊點樣認識梗係讀寫障礙啦。開始佢去留意你明白障礙都有啲嘛？我諗係情緒嘅狀態啦、思想啦，甚至乎未來自己一啲覺得嘅抱負啦等等，即係啲目標啦，都係屬於自我覺察嘅部分嚟嘅。
樣。咁而自我覺察呢個部分咧，我哋講如果我哋講自我形象啦，就係、有咗呢啲嘅覺察，佢點樣去睇呢一啲嘅部分？人類早喺幼兒階段，即係1歲半去到2歲左右，開始察覺到自我嘅存在。心理學上著名嘅紅點實驗，即係將嬰幼兒擺喺鏡前，觀察佢哋從鏡嘅反射，見到自己嗰陣嘅反應。我哋發現咗咧，就係1歲左右嘅小朋友咧，其實見到個紅點嘅時候咧，佢嗰時都會盡量捉摸塊鏡，去摸塊鏡咧，覺得個影像有啲奇怪喎咁樣。但去到1歲半2歲度咧，佢哋開始就會去摸自己嘅額頭，就知道鏡入邊嘅影像咧，原來就係自己嚟，發現咗同自己平時睇開咗又唔一樣。如果話幼兒階段係自我認知嘅開啟，咁青少年階段就係確立自我認同嘅過程。如果呢一個過程唔順利或者處理得唔好，大個成人之後就會出現自我角色混淆嘅問題。佢哋可能會過度執着其他人嘅睇法，或者係走向另一個極端，變到唔在乎別人嘅想法以及退縮。咁自我認同咧，就我諗再係去到真係佢要去發展自己一啲人生嘅目標啦、方向啦。我諗呢個就再係肯定咗中意咗某啲自己嘅部分，再確立呢啲嘅部分咧，可以俾我發展將來我哋嘅人生嘅一啲目標啊，或者佢自己想發展嘅職業。踏入青春期，青少年嘅認知能力發展更加成熟，開始會同其他人做比較，從外觀、身形去到心理狀態、成就表現等。如果發現自己存在缺陷，就會產生落差同挫敗感，導致自我形象低落。好似今年14歲嘅靜文，因為學業成績曾經變到好冇自信。佢係一個好活潑嘅小朋友，細個係唔停嘅，應該可能到小學時候啦。我就諗緊係因為佢入到間小學，佢面對嘅讀書嘅壓力，佢自己可能兼顧唔到，跟住個人咧就個自信就係慢慢咁樣跌落去咯，即係越嚟越冇自信，做好多嘢都冇自信，跟住同埋好多嘢都會慢慢開始收埋。阿妹就轉聲，阿妹就好有成功感。心理學嘅習得性無助理論，即係當人認定自己喺某件事情上已經冇辦法再控制，就會產生消極行為表現。發展其他優勢，揾翻自我肯定，係其中一個打破呢一個心理現象嘅方法。又要睇翻每個小朋友本身佢嘅資質，咁可能我覺得我自己2個女嘅天分唔係喺學業度，咁變咗我就對佢哋嘅童年放得好鬆嘅，即係我俾佢哋學好多佢哋自己嘅興趣啦，佢哋自己中意做嘅嘢。唱歌跳舞對於靜文嚟講一啲都難唔到佢，但係後來先知，原來自己對跆拳道、攀石等嘅劇烈運動更加熱愛。跆拳同攀石第一，然後其他全部都係第二。我覺得可能係因為成功感同有刺激感，即係挑戰性。即係當你掂到嗰個終點嘅時候，你就會好大成功感，因為好多人都做唔到喎，你做到喎。天生我材必有用，媽媽好快就發現靜文唔單止唱得又打得，更加係一位好戲之人。我中意嘅，因為其實拍完之後，即係我就同砌 Lego 相反啦，我唔係享受個過程，我係反而中意個，即係大家演繹出嚟。其實我自己覺得，可能有啲嘢仲可以做好啲啦。又發現大家嘅即係回饋，即係個反應都幾好喎，咁我就會有啲成功感咯。人撐真係住呢度啊！我喺出邊都可以照顧到自己嘅喎。
有讀寫障礙嘅靜文，媽媽發現女女睇劇本比一般人吃力，所以用讀俾佢聽嘅方法同佢對台詞。佢好得意嘅，佢寫個五字咧，永遠個五字咧喺呢邊，跟住個了字咧就喺呢邊，跟住同埋個 F 咯，跟住 F 係向呢邊，寫極都係咁樣。世界 B 同世界 B 都分唔到㗎，分咗好耐都分唔到。咁後尾我又發覺咗佢有呢個問題嘅時候，變咗背稿啊、背劇本嘅時候，咁我就讀俾佢聽。咁讀俾佢聽咧，但係佢記性好好，就好快記入個腦入邊。但係如果叫佢自己好困，即係睇一篇嘢嘅時候，佢就好困。參考美國教育家 Michelle Bober 提出嘅自尊五感理論，其中自我獨特感相對高嘅人，相對容易接納自己原有外貌、本身嘅能力、喜好同特質，並且對自己同其他人唔同嘅地方更加容易認同。我哋所謂自我認同咧，我諗係好重要俾一個人去認識到自己嘅優勢，佢嘅劣勢係啲乜嘢，而自己都能夠接受到、接納到係有自己呢啲唔同嘅部分，咁先係一個健康嘅自我形象、健康嘅自我身份認同咯。就唔係講緊一個健康自我身份認同，我哋只係知道自己有優勢嘅，呢個絕對唔係我哋所講嘅好健康，係知道有劣勢都好，我哋都可以面對到。心理學嘅鏡子自我，即係我哋點樣睇自己，主要嚟自我哋對其他人點樣睇自己嘅感知。正值青春期嘅靜文同樣好介意人哋嘅評價，但係佢睇法正面，認為其他人嘅建議係幫自己進步嘅動力。我自己經營嘅 Instagram 或者我媽咪幫我經營嘅 Instagram 我都會睇嘅，即係我睇下有冇啲負評啊，即係突然之間，點解咁樣嘅，即係可能改進下自己。我自己覺得好中意，我覺得呢張相好睇，就會 po 咯，我唔理啊，即係就算我好醜，但係我中意呢張相，我都會 po 㗎，我唔會理咯。Z 世代可以話係同社交媒體一齊長大，佢哋更加習慣運用社交媒體同埋接受新平台。但係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喺2023年發表報告，指出用社交媒體嘅時間越長，青少年對身體形象越唔滿意，甚至可能會導致飲食失調、自尊心下降以及抑鬱症嘅症狀。余振陽提醒家長要注意社交媒體對仔女嘅影響，假如仔女過度追求關注感，可能會產生自我焦慮。咁社交媒體睇到嘅信息咧，我哋都有一種叫濾鏡效應就係佢哋會睇到嘅咧，好多都係啲美化咗嘅外表啦、身形啦、衣着打扮啦，好即時佢哋係有一啲讚好嘅數量，令到佢哋好容易形成到邊啲覺得係真係所謂符合到社會標準係受歡迎嘅，而啲佢會去同咗呢一啲比較近自己嘅人做比較，咁個差異越大，我哋都發現係越影響到青少年嗰個嘅自我形象。下一集會由心理學家同我哋講解青少年面對學業壓力，家長點樣幫佢哋揾到學習動機，尋找方向感。最強生命線係由馬伯良綠寶靈芝呈現。而家24度，相對濕度68%，一晚部分時間多雲啊。天氣預告係由邦民日本財務帶俾你。工作困身，行開去貸款。Let's go！ 邦民應援團嚟邦民貸款，全程無需現身，隨時隨地網上辦妥，租用轉數快，極速過數，現金即到手，即刻上網搜尋邦民啦！邦民 My Promise。中谷借錢緊要還，咪俾錢中介。牛頭角有工廈單位改裝為豪華住宅，過萬尺嘅單位價值幾十間房，戶
戶有獨立廁所、電錶同冷氣，兼供燃照租。經紀仲大口氣話間隔用料靚，價錢正，係全東九龍最高性價比之選，咁話添。我哋一於入去睇下有幾誇，留意東張西望。呃綜援手法五花八門，佢覺得社署喺跟進個案方面比較寬鬆，唔擔心會被發現。都話不攞白不攞，啱啱先？點解我有點解唔攞啫？越秀地產呈現新聞淘寶，星期四晚6點翡翠台。德格斯巴煙苗口號藥露，促進寶寶肌膚健康成長。pH 5.5醫學配方，特別溫和，配合 BB 幼嫩肌膚。咦，咩嚟㗎？呢個係天然第一層乳脂精華。皇家美素佳怡，珍稀營養無可比擬，支持免疫防禦，有助提升睡眠質素，鑄造8大免疫成長優勢。當你一準備瞓覺，瞓到黃朝白晏，有班人已經喺度餓住肚返夜班。呢堆衫要洗到聽朝，做乜停晒手啊？得，我處理緊。喺安塔利亞外交論壇，唔同會議上提出指控，話對方冇遵守停止襲擊能源基